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要过年啊，真侪人可能会骑机车四界去买过年需用的物件较年货。啊，若机车停好好势，都有人会顺手甲安全帽放伫咧椅子啊，上烦恼安全帽互人抢去。若是了一顶安全帽，一时阵买无，和摇倒摆嘛无法度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腔读考样腔第一条头腔的腔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字读作经，意思就是规定咧小台对得的人。啊，若现代教育部字典照用这字读作抢，意思就是偷摕，咱讲是偷抢，某人讲是甲人的物件抢去。另外，这字抢嘛有强取的意思，像讲贼仔，某人讲是强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偷抢，意思就是偷摕；第二个词就是强啊，意思是贼仔，或者是咱讲的真溜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过年前去菜市啊买年货，人特别多，都爱提防强啊出来转食，爱注意钱包啊，唔通互真溜啊偷抢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